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7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、23节到24节。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5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顺服。上帝应允甲人同在，赏赐保守的恩典。不但安尼，上帝事实上对古早就已经一摆又一摆甲人同行。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5节，所咧描述的上帝是一位历史中施恩赐福保守的上帝，并且甲信仰的前辈同行的上帝。上帝啊，你伫古早阮的祖先的时，你所做的代志，阮有亲耳听见。阮的列祖有对阮讲起，你有用你的手赶走列邦来栽培阮的祖先，有降灾的互遐的民族互阮的列祖来发展。因毋是靠家己的刀剑得到土地，嘛毋是用手骨来救家己，是你的正手、你的手骨、你的面的光来救因。因为你以爱因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命令拯救哪国，愿靠你车倒阮的对敌，靠你的名吞踏攻击阮的人。是啊，上帝伫历史的中间出现的上帝，这是现代人所听到、也所看到、所领受到的应允，也是见证上帝伫将来必定的赏赐保守。是人对将来愿望的评估，上帝必定会成做咱的依靠。但是要领受救恩的人，要有一个真重要的先决条件，迄就是爱行伫上帝的真道顶悬，甲上帝同行，爱遵守上帝诫命真道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提到，所以咱一定着搁较注意所听到的信息，才免偏离了真道。因为通过天使所传的信息，若有功效，背逆无顺服的人就应受刑罚。安尼，咱忽略遮尼大的拯救，要哪会当得闪上帝所受的刑罚？主本身有大声宣布这个拯救。听见的人嘛，对咱证实这个事。上帝阁有用神迹、奇事、达款的大权能的作为，甲照伊家己的意思所分配圣神的恩赐做伙作证。上帝无将咱所讲的这个将来的世界交予天使去管理，毋过圣经已经有一个所在咧做证，人说什么，你遐尼关心；世间人算什么，你遐尼照顾。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，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甲伊戴，互万物拢降服伫伊的骹下。上帝既然互万物拢降服伫伊，就无有一项无降服伫伊。毋过到现在，咱还未看见万物拢降服伊，咱看见迄位比天使较小看较低的耶稣，已经经过死的痛苦，得到阳光尊贵的花冠。安尼，伊靠上帝的恩典通过，为着正人来死。只有行伫上帝真道的人，遵守顺服上帝诫命的人，才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甲赐福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12节、23节到24节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。我一定要安尼来遵行。我受极大的苦难。上主啊，求你照你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恶乐，佮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要求我无袂记日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我的心所意爱。
我全心归往你的命令，永远遵循，直到生命结束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定做忠心跟随你的人，会当愿意顺服、遵守诫命的人，行伫真道顶悬，无受到迷惑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